最近小连续发生有中国人讲要投向自由偷渡来到台湾的案件，还有会主委管碧玲就表示讲，因的讲法甲装逼是拢真相像，无排除在背后是有系统性的操作。因为美国白宫的前国安会官员嘛警示讲，中国有可能当咧准备要封锁台湾。 中国民航公司树林船来台差5星期，代志发生前几日，由中国白仔坐树林船为桃园观音海水浴场宣布上岸。甲中国偷渡客案例同款的，过去2年总共有17件。海委会主委管碧玲表示，偷渡者来自15个省份，不排除有系统性的操作。他们所有的配备都相当的模组化，所以我也曾经说过，我们不排除说是有系统性的操作，但是这一切。都是我们在两岸灰色袭扰事件当中所需要做的防范措施。偷渡客连续来台湾，是不是有中共故意安尼做？管碧玲表示，拢无排除安尼可能性。不过分布来源有15省份，真盼用政治、经济或者是社会等条件来解释。 国防部公布，为17到28早起，各查到共机31只，发生超过海峡中线进入北中部甲东部空域，共军一直侵扰。北京前国安会官员来讨也示警，中国可能咧为封锁台湾做准备。This is a signal that China may be preparing action short of an invasion against Taiwan in the next few years. This contingency and others can only be addressed and averted if our allies in both regions and the United States work closely together to avert it. Even if short-term crises are averted. 莱特指出，台湾犹原是美中之间上可能爆发战争的引爆点。即马坐伫台湾的军事紧张情势已经甲科技竞赛连做伙，特别是伫人工智慧竞赛方面。 中国4月份伫台海周边发动的海峡雷霆2025A 军演，这代表中国未来几年内可能咧准备系列威胁隔离封锁台湾的行动。另外，共军是不是有可能武力犯台？来特认为，美方反对政府力量改变台海现状。公视新闻采访报道。